国际上要紧来看美国 OpenAI 发布上新的新生式 AI 模型。毋若讲会当看有影像，讲过嘛开始有情绪。毋过人工智慧的快速发展嘛引起社会议论。就讲 IMF 的总裁就警告讲 ，AI 恐惊会取代掉咱人六成的工作。 美国人工智慧公司 OpenAI 13发布性能甲效率更较好的 AI 技术 GPT-4o。这项技术即源 OpenAI 研发的生成式 AI 工具 ChatGPT， 伫文字、影像甲音讯等方面，力量拢有提悬。I want to introduce you to somebody. Well, hello there, cutie. What's your name, little fluff ball? 成功判读影像展现有精髓武器，是模型和针对开讲自然个流量，应在反应也互人正眼目。 Can you give me feedback on my breaths? Okay, here I go. Whoa, slow a bit there. Mark, you're not a vacuum cleaner. OpenAI 选择 Google 生成式 AI 开讲机器人 Gemini 出来前一天发布 GPT-4o， 竞争意识正高。美国科技公司 Anthropic 开发的 Claude 是进军欧洲公营理解德国会、法国会等真一种欧洲的会，用甲当地使用者对话。不过科技公司正大生成式 AI 霸权，人工智慧发展正紧也带来温休。国际货币基金总裁乔治爱华进行指出，人工智慧亲像海洋共款冲击劳动市场。 未来2年内会影响先进经济体6成的工作机会，甲全球4成的工作。美国有艺术家、音乐工作者控告 AI 侵权，包含纽约时报在内。全美国有8间媒体4月底提告 OpenAI 甲微软，无经过许可撤出受版权保护的新闻文章，用来训练 AI 开讲机器人。公司新闻勇敢评析。